云林县政府邀请到通路的业者甲农产单位共同来宣示，使用会当回收、分解、堆肥再利用的资材，就为日常的农产品的包装开始来做起，要来打造永续的家园。 现场有云林农产地单位以及全国真日经业者做签名，并且宣告配合使用生物会使分解材质来做农业蔬果的包装的材料，回收再利用。可分解以及可回收的这个部分的资材哈，那我们希望未来大家都能够广为使用了哈。一般民众买物件时所使用包装材料拢袂使分解，即马永续环保观念愈来愈流行，所以讲云林县政府推动用这个会使分解材料来包装商品。那甲咱发展农业吼，咱希望人类文明吼，莫走回头路啊！咱把这个包材好好来甲，搁甲处理等来甲处理到土壤里面做成有机肥安尼吼。透过使用会使分解材料来包装物件，咱乡亲平时嘛会使做伙来减碳做环保。